后来最近这个网络顶常常出现一个药丸的广告，讲买互囡仔食会当量悬10外公分。另外，有真侪长辈时代会控这个大骨汤互囡仔啉，想讲补充钙质会当帮助囡仔发育大肠。咱的记者专工去请教医师，医师讲哦，这个方法拢无根据、无大劲哦，佫有可能会伤身体。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。 最近赖顶外有一个广告，讲是食这种净睾丸，你想要外悬就会当外悬，一张一张前后对比的图，讲敢若真的咧。有家长已经准备要买来，互囡仔食看卖咧，就惊讲家己的态度会影响到囡仔的悬度。医师讲无遐尼厉害啦。 我们的医学来看的话，可能性、有效性是令人怀疑的。医师解说讲，囡仔成长的黄金期是伫10岁左右，这段期间，假使讲食和生活拢正正常，达当平均会当搁较悬8公分到12公分左右。但是查甫囡仔到18岁，查某囡仔16岁，成长板已经合起来啊，要搁较悬有难度。除了这广告，民间和网络顶悬有消息讲，抗大骨汤、补钙，会当搁较悬咧。动物科医师警告讲，即马环境 污染较严重，小心把金属嘛接落去。像铅化一旦进入我们动物体内，其实它最后它会跑到骨头或牙齿里面。你用大骨来熬粥的话，骨头里面铅把它释出来，这样子的话就让小朋友就吃到铅了。 填补食补，若是无根据，对健康无一定会好。咱来看各件事的资料，亲像海带、苋菜、豆腐、牛奶、果子豆、鱼脯啊、乌麻啊，拢是囡仔会当食的补钙的食品。若是有生长的困扰，医师讲会当带囡仔去小儿内分泌科，就是生长科去看医生，实际侦测骨龄、补充荷尔蒙，唔通随便迷信食补或者是乱食药啊，就惊讲无保着身体，颠倒影响到健康。